医生，你的意思是，他很有可能变成植物人吗？原则上可以这么说。医生，只要能让他醒过来，钱不是问题。好吧。你在跟我开玩笑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。你太坏了，你干嘛这么骗我？你不是说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？你不是说你爱我，你要帮我吗？你骗我死我了！我不要你了，我不要你了。你不要走！我知道，我错了，我不离开你，我再也不要离开你。还不睡啊？睡不着。还在想傅文雅的事儿？我好多了，只不过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，